Hi News Dog，这弟弟是在做健康检查吗？不，唔系哦，唔敢有看过做抗健检查嘅医生做到安尼嘿。呵呵，唔看，连你的兄弟也要检查哎。我是喺知道佢看起来就啲像，也敢做特色嘿，宝宝。不对哦，人跟动物都要检查的话，应该是很严重的问题喽。看节目唔就知啊，有经验冲咧。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向日葵，欢迎收看2礼拜的社会事件簿。节目一开始，先为大家绍介2礼拜我哋参加比赛的世界赛奥，提醒同我做小片的阿登，还好吗？还好。各位看到的笑笑，大家好。第3届小珍珠 ，Hello。最选那位是小鱼，耶。宣布世界赛奥咧参加的比赛，我为大家绍介一摆比赛的规则。廿隻題目或者3隻24個，回答錯嘅一隻是哪一隻？藍色嘅題目講到提一隻價格單倍。不過咧係講3隻題目都結束之後，那最少嘅人就接住處罰咯。同時大家禮拜處罰都冇強調，到底2禮拜處罰係咩嘅？等下大家先知。啱先所講下2禮拜嘅社會看世界。2011年3月11號發生了乜嘅事情？還有印象冇？今日日本發生了類似規模9嘅強烈地震，還是冇報。地震發生了動態嘅海嘯，有幾大？報是3層樓咁大哦。海嘯啊，衝向了福島嘅第一核電廠，造成嚴重嘅損害。核電廠就爆炸咧，千多嘅輻射物質就係呢，爆，就像天山發強用，散到咧環境地背。唔單止係空氣度，還會停電雨水走到內度，停電海水流到全世界哦。核災過後，迄啲核電廠附近20公里嘅居民，本政府要求積極幫扶。12萬嘅人民就像蒲公英，採啊採，補，採到唔係自家嘅地方。過了咁多年，大家都想去轉去活下，都想去轉到自家嘅土地。唔過啊，也係本輻射污染嘅家園，唔知要到哪日，裝作在冰箱裡。佢哋只災難之後，3節變做大家最熟嘅數字，到底佢發生到哪？先要請我出手 News Dog 同你去看。來，看到輔導了嗎 ？NED 後，230節不喊做複合型的災難。為什麼是複合型？因為它發生了3種不同的災難。比方說，一開始發生什麼事情？地震，然後呢？海嘯。最後發生什麼事情？核災。那剛才大家講到中間那個海嘯，其實造成很大的災害。有多大的災害？我們透過我們的畫面來解釋。哎 ，News Dog，海嘯的這個情形，海嘯會發生在哪裡？海邊。所以剛才我們看從福島到海邊的第一線，有沒有？這個就是整個海岸線，這個海浪就從這個海這邊一直打向這個陸地。然後你們有沒有看到那個地圖上？這是衛星的空拍圖。你看到什麼東西？房子沒有很整齊，好像都倒了。就是沒有人。沒有人，你知道為什麼沒有人嗎？
因为核灾吧，大家把它撤掉。OK， 我刚才问说，你们有没有注意到那个白色的方块？就是那个不是房子的屋顶，你有没有看很多白色的方块？那不是吗？不然那是什么？那是什么？对不对？来 ，New Stock 带我们去看，那到底白色的方块是什么？我们现在到了地面上，用地面的视角，有没有？你们刚才看到坏掉的房子，这个房子还算完好，它只有部分受损。可是，来 New Stock， 我们移动一下镜头，你看，旁边的房子有没有？照理来说，它应该是满满的房子，地上有，比方我们看那种白白的方块，像这个东西，它其实原本是房子，结果嘞，被建了。对，被夷平了。哦，这是福岛在海岸线旁边，当时遭受到海啸攻击之后，真的就是攻击一样。那我们刚才讲3层的灾害，地震，我们看有些房子被地震震坏了，海啸把房子铲平了，然后最后另外一个灾害，你们刚才讲的是什么？核核灾。我们回到空拍图，这个这么大的范围，有没有看到？就是福岛的核电厂，它就在海岸边。那为什么在海岸边？很简单，因为上次我们在车诺比也讲到，核电厂需要大量的水来冷却，所以不是在湖边，就是在海边。接下来马上就要进入我们的题目，记得哦，相对位置，核电厂在上面。你是大哥带我们往下跑。哎，刚才看到是一罐一罐的东西，现在在画面上你们看到另外一个是什么？一块黑黑的。那究竟这个是什么？马上来看第一题。请问，平地海岸线嘅乌色嘅腿係乜嘅咧？第一，防海嘯嘅沙包，也係第二，輻射廢棄物。请出示答案。哇哦，世界谁哦？大家的答案都很一致哎。如果是防海啸的沙包的话，不可能是有流入，应该是一整片的。哦，它不会固定放在一个区块里面。哇，很棒的观察哎。不过，咁正经世界谁哦都按看，提这题是左前都错，看来看，你也解答。恭喜每个小欧都可以放第一颗蓝色的地球。来，我们进一步 New Stock 去看一下，究竟这些沙包实际看起来是什么样子。然后你看，来到地面上，你有没有看到那个亮的惊人？旁边的工作人员，你去用它当比例尺。就你那么高吧？哦，有没有看这个人？再高一点点。大概就是，远然后近不一样是一个感觉像是一个圆柱超大的体或是立方体那么大。做乜嘅記到我用眼度嘅烏色嚟要住台，將兩條輻射廢棄物做成對到兩位，強來看進一步嘅解釋。阿妹哎，一場核災竟然會造成這麼多廢棄物。哦，一條烏色嘅腿度，裝訂本輻射污染嘅奶，樹爬樹葉做得總年9萬人間高升呢。哈，你有冇眼到？因為望潛到冰嘅地方，故說啊，就按呢潛死冰地戶外的啊。等一下，這些東西不是都被輻射污染嗎？為什麼還有人願意去清理呢？哦，講到呢，就本人知道很加艱苦咧。6年來，差唔多有3萬人嘅工人參加呀除污嘅工作。不過啊，當然都係窮苦嘅人，為咗賺錢，上冒險來參加嘅。唉，韓菜哥，他們沒飯可以吃，會餓死，但是去清理輻射廢棄物，也可能會生病死掉啊。你今日大家要注意談解說麼？內容當中講到係對人類嘅影響，不過事實上，按太大嘅土地影響嘅當然唔單止係人體，所有嘅生物都強咗。所以啱先來看第二題對動物嘅影響。一條野豬樣嘅屍體咧，第一是咧輻射食物，第二本人類吃死咧。旗开得胜的4位小欧，这一题好像没有第一题这么简单，对不对？有没有人要提出自己的观察？我觉得是吃了辐射食物，因它为看起来没有什么外伤，对啊，对，射杀会怎么样？会有外伤，会有流血会有流血，而且它旁边伤口都是干的，都没有血。都没有血。
而且那些人看起来好像是要来清理被辐射污染的东西。后面工作人员。没有拿枪。对啊，他们的衣服也穿起来很像那个清洁工。哦，所以不像是要射杀这些野猪的人。确定了吗？都好了吗？咁嘅世界小學就係連續2題，看下你看你解答。嘿嘿，家就这次没那么简单了吧？做乜嘅本世界小學做錢都想唔出咧？係乜嘅嘢？看來看詳細解答。亚雕族应该都被辐射污染了，死唔得。为什么要杀掉他们？保护，因为迄在过后，居民都离开了。笨蛋迄啲山方嘅野猪发现咧，嘿嘿，都冇人咧，就当欢喜走入来侵东西食，数量变咗4批。保护，不过一下咧，日本政府希望居民转来，要求野猪为攻击人类，故说佢天老几条种下慈禧。保护。哈，族也太无辜了，他们又没做错什么，就要被杀死。就算冇种下字体，几条嘅嘢咧也唔好过。隔壁嘅果子、樹皮、小動物種下都受到輻射嘅影響。不過野豬乃啲輻射食物係乜嘅？保護，故所種下食下去，故所調查發現，佢條身體底部嘅放射性物質係頭擺嘅300批哦。保護，那他们不就会不漂吗？問人啲不過簽到答案之前，佢條就俾人刺死咧。對台灣你安射地方就3座核電廠，就從東大險個厲害已經停下來咧。全日本案發總有50座嘅核電廠，不過對3日之後逐漸停下來咧。其中我同大家去看哪隻核電廠啦，第3隻題目就關。來 ，News Talk，我們來看下一個地圖，帶大家來看日本的鹿兒島縣。剛才我們是福島縣，現在你看有沒有往南，非常的南哦。然後鹿兒島縣，他們也有一個核電廠。接下來我們請 News Talk 帶我們去看這個叫做川內核電廠，也在海邊，有沒有？剛才跟你們講過，核電廠一定是在有水的地方。這個核電廠看起來跟剛才的核電廠有沒有什麼不一樣？有那個那是雷達還是什麼東西？你說那兩個圓圓的東西是不是？没有那个圈圈呢，沒有那些圈圈的。然後道路跟整個環境的感覺呢？整潔干净。比較就比較熱鬧的感覺。比較熱鬧的感覺。你係對福島核電廠4年之後所翕嘅相片，第3隻題目撈2隻核電廠有關，你看來看題目嘅相片。巡查後背嘅核電廠會發生乜嘅事情嚟呢？第一，重新運轉；第二，規則測定。請亮牌。哎呀，終於有出現不一樣的解答了，哈哈！來，首先我們當然請今天唯一一位獨排眾議，跟大家不一樣的阿丹，你的理由係乜解？因為如果是拆除的話，那應該會有工人吧？他又沒有工人進出，也沒有挖土機啊。沒有挖土機，沒有工人。可是後面也可能有，只是他沒拍到而已啊。他反駁你。被大根的那個圓圓的擋道之類的沒有？他也反駁你。他有寫什麼限制區域還是什麼東西？小魚也反駁你，怎麼樣？來，你們的理由是什麼？為什麼你們會選就是要把它拆掉？核災過後，可能政府有意識到核電廠的危險，所以他可能要把它整座拆除之類的。而且它也是一樣在海邊。重新運轉的話，有可能之後也可能馬上就有核災之類的，所以不如整座拆除。好，講到這裡，多呆，嘿，
阿丹草也系3个蛇魔之后，看我来看，你嘅解答。恭喜阿丹！阿丹，把你第2颗地球拿出来，恭喜你！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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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阿丹今天答对2题，做乜嘅3個蛇魔嘅答案係唔錯嘅，原因係乜嘅？看來看進一步解釋。冇想到吼，因為福島核災日本簽停嘅核天，不過2015年8月，記得還係重新啟用嘅核天廠。很用的呢。他們忘了核災的可怕嗎？還係當地人知道當地人講啊，就像一條走路街路巷去抗議嘅人，記得都反對用核能。不過日本石油還有天然氣唔拉多，冇乜嘅做得發電嘅能源，故所為咗經濟，政府還係決定用核能。但是發生核災，又有好多人要被迫搬家，有動物被殺掉，有環境被污染，這樣經濟還會好嗎？當然唔會好啊！故所唔到人類一下會上網發展綠色能源，未去學定節能省電，還有一片祈求核災冇個發生了。有禮拜，你強強同你3隻題目，可能按到提緊提毛了相片。各位小歐們，在今天的這個節目之後，有哪一個部分是讓你們印象最深刻的？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個第1張，那個有很多塑膠袋的那一張圖片，就是我沒有，雖然常常有時候聽到會有聽到核災這個詞，可是我卻沒有想到核災會讓人類的生活還有環境造成這麼大的影響。然後還造成許多的核廢料。然後我覺得那個第2張那個山豬的圖，看到那個員工，他根本就不像殺山豬的人，穿得那麼整齊，也沒有拿槍，所以知道答案之後，讓我覺得很驚訝。但你不說啊，你還是贏過他們了，很厲害。秀秀呢？一開始人類就為了自己的需求建了核電廠。是。然後後來又因為大自然就是可能是教訓吧，可能就是教訓，然後呢把他們人為的措施破壞掉之後，然後人類去承受這些責任，又把就是像那個阿丹講的山豬嘛，又把那些山豬又殺掉，所以我覺得這一切應該都是人類的私欲所造成的。講得很好哈，我們謝謝秀秀的總結。那最後我有一點點我自己的觀察要跟觀眾朋友分享。日本是我們國人最常出國去的地方，希望透過這個禮拜的節目，讓你看到你不太可能會去、你沒有機會去的日本。好，大家最關心的，接下來上個禮拜是獎賞大家吃俄羅斯軟糖，還記不記得？這禮拜就真的是懲罰嘍！來 ，New Stock，請上菜。倆就係日本食物經典的代表納豆，不用客氣了，3位除了阿丹之外，今天3位女同學，請來小魚的懲罰。好，接下來秀秀，不好意思了，元老也是要吃的，好不好？錯的都要吃。好，給我。好惡哦，好惡心。有要發表納豆的感想嗎？除了好惡之外，以上是你2禮拜節目內容，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看到精彩內容啦，精彩處罰，下週禮拜6晏午7點半，記得準時收聽。最後愛四天鋪，拜拜。來哦，納豆，納豆，不要，要不要吃看看？你吃到我。哎，摄影大哥們，有沒有要嘗試一下日本經典的納豆？我先閃了，我得先閃。拜拜。哎 ，New Stock，哇！日本發生3億核災過後的6年內，台灣都禁止核災區附近的農漁牧產品進口到台灣。
不过日本政府曾经要求要解除亚航禁令。去年政府为了安尼，还举行的以下摆的公听会。不过当初对其中的万几多民众来抗议，在民众的争议按他的压力下，亚航政策暂时取消了。所以大家对迄在期的食品会受按到马改呢？我会担心日本进口的食品进来台湾，是因为核在它里面的一些辐射呢，吃下去会对身体不好。我们就是会怕的，妈妈说那个不能吃。应该不要开放，因为我们本地的很丰富啊。至少我周边的朋友，大家的反应是认为说，是坚决反对。小孩子生出来那么健康，他不应该受到这些外在的食物影响健康，所以我会担忧，一定会的。对国外进口的食品，或对无共用的素材来到台湾，基隆港、高雄港、红叶国际机场都是当重要的台门。政府就会派人到家的素材，对进口的日本食品当中抽出样品来做复查检查。到新竹以北本人出到位，被送到桃园核能研究所；新竹以南的就被送到高雄复查检测中心。现在小记者位于桃园的核能研究所，这些是我们来自日本的零食。在吃之前，我们想检验看看里面有没有辐射残留。COX 天府 ，Let's go！这间就是我们平常在做食品检测的这个实验室。这4台呢叫做伽马能谱分析计测系统，就是检测食品中的这个伽马射线。这一个大概有10几公分，这10公分是铅，关起来呢是可以把外面的辐射线隔开。增减器呢要泡在那个液态氮它要降温，降到零下196度，它才会作用。有没有可能就是那个辐射就是在食品里面，然后你如果不把食品弄开，你就不能发现辐射，会不会有那种情况？基本上不会，伽马射线可以穿透食品，它不会躲在里面不出来，你放心。下来要等1000秒就会低油速度复查5秒。这里是它的能谱，就是说它会接收到里面的一些讯号。你看，它没有分析出来任何的放射性核种。那从检测结果来看呢，你带来的饼干呢是 OK 的，没有含人工核种。好，秀检测结果也出来了，那我们来看一下，没有含人工核种，可以安心的吃，也算没事的，好，没事。但是呢，不能吃太多，会蛀牙，对不对？我已经做过一次了。实验室厨房有一包茶米，里头加嘅对国外买进来嘅复杂物质，或者拿去冰到机器厨房，端正就测出来有复杂物质是137。这些是今天从基隆港寄来要做检测的食品。这个是海带，这个是糖果，这个是果冻，这是番薯，这是咖喱，这是苹果。除了被抽验出来这些样品之外啊，如果就是没有被抽验出来样品有辐射的问题怎么办？基本上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是我们实验室呢是针对送来的样品做检测，只针对这些样品负责，把这些检测的结果呢报给这个委托者，也就是卫福部。因为以前没去过实验室，所以我觉得实验室应该是很大，需要很多人手，然后应该是机器很多。可是没想到到了之后才发现，地方也没有很大，然后机器只有4台而已，又不需要很多人手，只要1个人就可以。我觉得机器可以再多一点，这样就可以检验更多的食物，这样就会减少我们对吃到不好的东西的风险。这是今天透过检查的食品，那我们就开动。